最近好多粉絲都問我，江山和明話自己有140幾使用率，究竟係唔係真㗎？今日呢，我唔講銷售說辭，直接帶大家現場實測，用激光尺同埋數據去講嘢。因為依家呢，好多樓盤睇圖紙落去十分之大，但係真正住落去之後呢，你會發現空間冇想象中咁闊，收納又唔夠。所以今日呢，我就由一個真正住家嘅角度，帶大家去睇下江山和明究竟值唔值得。好啦，咁依家嚟到139平方偶數層4房3衛嘅呢個戶型啦。咁呢個戶型大家應該喺網上都睇咗好多啦，先唔重點介紹翻佢嘅一個戶型情況啦。咁呢一個圖紙，我哋先睇翻客廳。客廳佢嘅官方俾到嘅數據係5.8米。咁我哋依家先用呢一個激光尺測一測佢真實嘅一個數據喺度。咁首先我哋用翻激光尺，佢係從底部開始計算啦，先俾大家睇翻下呢度對過去之後測到嘅數據5.5米幾嘅。咁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咧，呢個5.5米幾咧喺好多發展商咧，佢哋係進行逐對逐去做測量嘅。即係佢左右兩邊嘅牆體加起身咧係一定噶啦。咁如果按照依家裝修完之後，再包括裝修後嘅一個厚度咧，基本咧就係5.8米到嘅。咁主臥咧都係一樣嘅。我哋依家行翻主臥嗰邊去睇睇。咁嚟翻主臥咧，主臥其實都一樣嘅。圖紙上咧係寫緊4.1米。咁現場我哋淨測量一下。OK。測量兩個數據，一個3.86米，一個3.9米，我哋基本上係等於當佢3.9米啦。咁佢其實加翻咗呢啲牆體之後咧，其實數據係對得上嘅。至少由現場實測嚟睇咧，江山和明呢個戶型冇大家擔心嗰種嚴重縮水嘅問題。咁點解網上仲會有咁多人話佢係冇140嘅使用率呢？其實我總結落嚟，主要係有兩個原因啦。第一個，大家計算嘅邏輯唔同，一啲博主測量嘅時候咧係冇計入牆體啦、櫃體、電梯廳嘅空間嘅，而市面上嘅4代宅使用率計算咧都係包含咗呢啲部分。咁最後同大家公佈下17個功能淨面積合計咧係147.91平方，咁包含咗牆體、煙道、管道、白負面積係有23.15平方米。咁電梯前廳咧係有25.46平方米，咁最終使用率計算落嚟咧係可以達到141.55%嘅。咁其實佢交樓本身啊已經係帶咗大量嘅一個收納空間啦，好似呢啲玄關櫃啦、餐邊櫃啦，加埋起身已經係接近咗有7個平方嘅一個收納空間。其實依家好多家庭咧，真正住落先會發現間屋住得舒唔舒服，唔係單純咁去睇面積大細，而係睇翻你嘅一啲雜物有冇地方去收嘅。而江山和明今次交俾我覺得最核心2個字省心啊！例如一入門口呢一個玄關櫃，官方話咧最多可以放66對鞋啊！一開始我都覺得有冇咁誇張啊，但現場睇完真係將生活細節做得幾足。下邊咧仲係個圓通位，掃地機器人、拖鞋一腳踢入去就得啦。中間咧做翻開放格，鎖匙、門禁卡、快遞都隨便放都冇問題，連長靴、小朋友嘅波鞋、層板嘅高度都係可以調嘅。呢啲就唔係單純睇落高級啦，而係你住落幾年都會覺得方便。然後客餐廳咧，我反而最中意佢呢個800副收納，因為好多家庭嘅大問題就係好似啲 BB 車啊、行李篋啊、露營車啊，根本冇地方放。但係佢呢個深度咧，真係可以直接塞落翻一個48寸嘅行李箱，4個啊都係真係冇問題嘅。廚房方面都幾捨得，老闆3件套、升降油煙機、洗燒一體機、3眼爐、淨水器、涼霸，基本都係屬於滿配交付。尤其是係呢一個3眼爐啊，以前一家人平時煲湯啦、炒餸啦、蒸嘢一齊開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明白佢嘅效率真係差好遠，真係用過先知道佢嘅重要性嘅。仲有洗手間主廁位咧，都直接配備咗我哋智能馬桶。主位甚至咧連美妝冰箱啊都係直接帶埋。好多女士嘅護膚品咧要恆溫保存，
以前只可以放大雪櫃，依家終於唔使怕串味啦。所以整體睇落咧，我覺得江山和明呢一個產品咧，唔係單純堆配置、堆參數嘅，而係真正開始由居住體驗出發，包括收納啦、動線啦、私隱感啦，同埋好多生活細則。呢個咧就係點解咁多客戶睇完之後感受同網上睇完係唔同嘅。如果你都想知道江山和明究竟適唔適合你一家人住嘅話咧，或者想我幫你實測下其他戶型，都可以直接揾我。我係中山本地博主 Terry，我哋下期見。